做咩咁夜仲唔瞓啊？阿女話要等埋你食飯先肯瞓啊！傻豬，下次唔使等埋我啦。做咩啊？個胸口又唔舒服啊？之前睇過普通科，醫生話如果持續係咁嘅話咧，就要睇專科啦。我諗都要，不過唔知揾邊個專科醫生好。我記得你份 AIA 自願醫保銳選計劃保單提供銳選醫療網絡，個網絡包咗好多唔同範疇嘅專科醫生，仲會 keep 住 update 添。好似用 AIA 個 app 咧就可以揾到噶啦。不如你開個 app 俾我睇下。心臟科，咦？而家個 app 仲有 filter， 可以睇到最近有邊啲網絡醫生可以喺銳選指定醫院提供醫療服務喎。好，等我即刻預約埋醫生先。我先生約咗睇醫生啦。如果有醫療網絡卡可以出示翻，咁就可以享有免找數門診諮詢嘅啦。根據目前嘅病情咧，有機會係冠心病。我會建議檢查咗先，了解咗病因之後，再決定治療方案。睇翻你嘅檢查結果，證實你患咗冠心病。我會建議你盡快接受冠狀動脈介入治療術，即係俗稱嘅通波仔，改善翻心臟功能。要做手術咁大件事，咁你真係要住院咯。老公啊，住院方面咧，你唔需要太過擔心。你嘅 AIA 自願醫保銳選計劃保單咧，本身就係保普通房嘅。但我之前咧喺 AIA 個 app 度已經揀咗呢位可以去銳選指定醫院嘅網絡醫生。只要到時入住銳選指定醫院，同埋有網絡醫生幫我哋成功同 AIA 預先批核咗醫療費用，就可以升級去半私家房噶啦。有得住半私家房係好，但其他醫療費用會唔會好貴㗎？醫療費用好似你之前接受檢查咁樣，我哋會事先直接聯絡保險公司，幫你遞交醫療費用預先批核申請，等你對費用有個清晰嘅預算。批咗之後，保險公司會通知翻我哋，同埋幫你安排出院免找數服務。咁真係安心晒，唔該晒醫生。你啊，啱啱先做完手術，你俾自己唞下啦。好啦，老婆。不過估唔到 AIA 嘅保險除咗 cover 到醫療費用，佢嘅醫療網絡仲照顧到每個醫療環節，由揾醫生預約到診斷同住院，好多時連繳費都支援到，真係令我放心晒。你之後咧，除咗要定時復診，仲要揾中醫調理下。反正銳選醫療網絡有埋中醫師照顧埋復康方面嘅需要。好嘢，爹哋今日終於準時收工，我哋可以一齊食飯啦！咁爹哋以後都早啲收工翻嚟同你哋食飯，好唔好？我哋有餸點味啦！好啊。我會好好照顧自己，咁先可以照顧你哋噶嘛。好啊。AIA 自願醫保銳選計劃用商業嘅保費提供普通房嘅保障，喺香港、澳門同中國內地仲可以揀入住舒適啲嘅病房，夠晒貼心。喺香港同澳門入住銳選指定醫院，就可以好似我老公咁揀入住半私家房。喺中國內地仲有2組醫院可以揀，主要位於大灣區嘅組別 A 可以住標準私家房，覆蓋中國內地嘅組別 B 可以住半私家房。